桃园有一间幼儿园，顶礼拜才拄启用，娘的，互议员甲点名，讲这幼儿园4个位啊，这环境是真侪欠点，烦恼幼囡仔上课会真危险。也若教育局是来回应讲，其实这内底空间拢真舒适嘛，真安全，外围的工程都会请厂商赶紧来改善。桃园这间幼儿园顶礼拜才开幕，开学一礼拜，护议员点名就变环境确实济，亲像家长接送动线无好，已经员工的备车管长度可能停一台车，造成塞车。也阁有幼儿园外口暂缓阁生鲜的时间为例，铁皮渐渐会堵着人，风大也阁可能会倒去。位于桃园中路重划区的市立桃园幼儿园，有多项施工时的缺失尚待改善，就急着开园。爸爸妈妈会安心的把小孩送到幼儿园吗？护议员点名一间幼儿园，就伫桃园区自文路，总工程经费是1亿1792万。按算应接受3班总共78个2岁囡仔，甲3班78岁3到5岁囡仔。议员呼吁市府唔通无顾幼儿教学环境的安全。幼儿园外围后方约30公尺，公务所、水表及围篱等相关工程，已请厂商与相关单位尽速协助于113年9月8日前改善完成。生鲜的围篱已经拆掉，针对幼儿园相关工程甲周边环境的问题。教育局回应，园区内底教室甲幼儿园户外活动空间拢完善安全，正常运作。目前家长接送是用边的停车场为主，上课下课动线顺利，无影响周边的交通。未来会加强备车管。另外，公务所甲周边的围篱已经请厂商甲相关单位赶紧在3天内改善完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